交通部铁道局今日发生2件的意外，一个是伫咧家己做这高架工程的时阵呢，一台包厢的一个刹车留伫铁基路顶头，却互区间车撞到。加在是无并且这旅客是拢真平安。来讲到伫咧新马站呢，是这普悠玛列车败马地点，等咧做路线当弯掠的工程，脚踏车却甲这电线交接断去，害一帮车慢25分。就是这台差不多1公尺长的小平台车，留伫代替铁基路顶，互代替区间车直接弄到，差一点就甲控诉控制泰鲁阁高速公路同款，好在旅客平安，真正互人惊一个。远警到场查看后，该物为营造公司封底基础工程遗留于现场的手推平台车，致该列车紧韧，未造成本案旅客及人员受伤，台铁局紧急调度车辆接驳。根据了解，铁道局是伫初9 0:41分，伫嘉义民雄到南靖站进行高架化工程。4点10分解除路线封锁复电。5点16分，一台代替3121处区间车经过时阵，好亲像直接就弄到包厢工作的小平台车。地属列车头前下主排障器故障，旅客转坐其他列车。不过铁道局初9发生的事故毋哪一件。承包铁道局工程包厢伫宜兰普悠玛事故的新马站施作弯道改善工程。透早1点，怪手无适宜高长东线电车线的主吊线，经过1点钟，派电力维修车抢修，改换20米长的主吊线，一直到透早4点40分才抢修好势。台铁局要甲铁道局求赔偿。相关的一些疏失的一些事故呢，我们都会对承包商依契约的规定除了给他罚款之外，对人员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做相关的惩处。它采用的其实都是外包给厂商，那发生任何的意外之后，那很有可能就是切割成厂商的责任。可其实真正在负责这个工程相关的验收以及工程的监理，还是回到国家单位自己身上。所以我们认为，不论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是发生在这个台铁局或者是铁道局，他们其实都应该要回归到说，这个是由国家负责的运输、公共运输的这个服务。铁道局表示，拢有按照规定，所有时间收工了后，拢有做相关的检查，搁写标单。不过，也是发生平台车走入铁基路的疏失，会进行处分。不过，代替产业工会是呼吁铁道局爱负起所有工程监督责任，才当降低事故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